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辣新聞。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下個鐘仔訂閱我哋嘅頻道。今日係2026年6月4號星期四。呢幾日大家最關注嘅新聞，除咗係李家家族風波之外，肯定係圍繞住男嬰 Danny 同埋其古怪父母嘅連串新聞。成個故事係由 Save Lily 事件引發出嚟嘅。事緣2個月前 ，Danny 嘅母親因為係屋企誕下 Danny，但又拒絕提交 DNA，證實與 Danny 關係，導致 Danny 拎唔到出世紙，連預防針都打唔到，慘變為無證兒童。所以警方連同入境處同埋社會福利署即時採取拘捕2人行動。佢哋2個人被警方扣查咗超過1日，之後獲准保釋，直到6月3號。經過各方長時間嘅協調同埋溝通之後，事情終於有咗突破性嘅進展。呢對父母最終同意配合調查，有關部門亦都已經成功檢取咗佢哋2個人以及男嬰 Danny 嘅 DNA 樣本。呢啲樣本隨即被送往政府化驗所進行10萬火急嘅化驗同對比，目的就係要透過最科學、最權威嘅方法，去核實同埋確認呢對父母同 Danny 之間嘅真正身份關係。其實成件事喺社會上發酵咗咁耐，坊間充斥住各式各樣嘅猜測同流言蜚語。有人懷疑個嬰兒究竟係咪親生，又有人猜測背後係咪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警方同社會福利署為咗慎重起見，必須要攞到最真確嘅證據。呢對父母一開始可能對當局嘅行動有啲保留，甚至表現得相當抗拒。經過社工同埋執法人員耐心嘅解說，向佢哋說明檢取 DNA 不單止係法庭同調查嘅需要，更加係還原事件真相、保護嬰兒福利嘅最有效途徑。佢哋最終先至放下戒心，同意被抽取樣本。政府化驗所收到樣本之後，亦都明白到呢件事牽涉到對小 Danny 嘅福祉，同埋社會高度關注，所以不分晝夜咁樣進行驗證，務求喺最短嘅時間之內俾社會一個答案。就喺今日下晝，DNA 檢測結果終於出爐，結果證實咗涉案嘅呢對父母真正係男嬰 Danny 嘅親生父母。呢個醫學報告一出，暫時為小 Danny 係唔係佢哋2人嘅親生仔爭論，暫時畫上咗一個句號。不過雖然身份確認咗，但係坊間依然充滿住好多疑惑，尤其係針對其母親嘅懷孕過程。好多網民都好好奇，究竟有冇一個科學嘅方法可以得知一個女人有冇喺2個月之內曾經生產，或者喺呢段時間內經歷過懷孕同生育？喺醫學方面，其實可唔可以檢查得知？網上好多討論區都有人質疑 Danny 母親生完之後嘅精神狀態唔似一個啱啱生產完嘅產婦。面對種種質疑，我哋可以從客觀嘅醫學角度去睇呢件事。根據婦產科專科醫生嘅專業分析，答案係肯定可以檢查得到嘅。因為女性喺生產之後，身體會經歷好大嘅生理變化，特別係喺剛剛生完嬰兒嘅幾個月之內，子宮會明顯增大，之後需要時間慢慢縮翻細，而且子宮內膜嘅修復情況、身體入面嘅荷爾蒙水平，例如胎盤分泌嘅激素，都會留低非常明顯嘅痕跡。通常喺分娩之後嘅幾個星期，甚至2、3個月之內，產婦體內嘅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孕酮同埋其他相關荷爾蒙，雖然會逐步下降，但依然可以透過驗血報告驗出特殊嘅分泌殘留。更重要嘅係，子宮頸口嘅形狀喺經歷過分娩之後，會由原本嘅圓形變成橫裂狀。呢個係冇辦法偽裝嘅生理改變。透過超聲波檢查、臨床婦科檢查以及詳細嘅驗血報告，醫生係完全有能力仔細計算同判斷出呢個女性喺過去2個月內有冇經歷過分娩。所以喺醫學面前，呢啲生理證據係完全冇得隱瞞㗎。任何身體經歷過嘅生育痕跡，都會1五1十咁樣喺檢查報告入面曝光。既然依家醫學同科學數據都經已證實咗 Danny 確實係佢哋嘅親子，咁樣後續嘅安排又會點呢？目前香港政府同相關福利部門將會密切觀察同埋評估呢對父母，睇下佢哋2人是否符合3個關鍵嘅因素，先至去決定下一步嘅跟進工作。
呢3個因素包括咗第一，佢哋能唔能夠糾正管教方法，唔再用以前可能存在問題嘅方式去照顧小朋友。好多時一啲特立獨行嘅父母會堅持自己有一套獨特嘅育兒理念，但係如果呢套理念脫離咗社會大眾認可嘅安全標準，甚至對嬰兒嘅生命健康構成威脅，咁樣有關部門就必須介入。社工會安排定期嘅家庭探訪，甚至要求佢哋修讀家長課程，睇下佢哋能唔能夠聽取專業意見，切實修正自己嘅行為。第二個關鍵因素就係佢哋自身嘅情緒困擾，會唔會已經變為日常化？照顧一個啱出生嘅嬰兒，壓力非常之大。如果父母本身就有嚴重嘅情緒問題，而呢啲情緒困擾又冇得到適當嘅治療跟進，變成咗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咁樣當佢哋面對嬰兒喊鬧或者突發情況嘅時候，就極之容易失控。第三個因素就係呢啲情緒或者個人問題，會唔會進一步影響到佢哋發揮為人父母嘅基本角色同責任？為人父母唔單止係俾一餐飯佢食，俾個地方住咁簡單，更加需要提供一個安全、穩定、充滿愛同關懷嘅成長環境。政府社工同心理專家會從呢3方面進行全面嘅家庭評估，收集各方面嘅數據同觀察報告，確保 Danny 能夠喺一個安全健康嘅環境下長大，而唔係成為父母任性行為下嘅犧牲品。對於呢個複雜嘅個案，立法會議員狄志遠亦都發表咗佢嘅睇法。佢嘅觀點可以話係點出咗法律與福利制度之間嘅權衡。狄志遠表示，依家案件已經進入咗法律程序。假如法庭最終判處呢對父母疏忽照顧兒童罪名成立，而判決結果係需要佢哋接受監禁，或者需要簽保守行為嘅話，咁樣喺法律上佢哋就必須要暫時同 Danny 分開。喺呢段期間，當所有法律限制同刑期未完成之前，社署係會繼續負起照顧男嬰嘅責任。好多市民可能會問，點解驗咗係親生父母都唔可以即刻帶走個嬰兒？狄志遠就解釋得好清楚，保護兒童係法律嘅底線。當父母面臨刑事罪責或者法律限制嘅時候，代表佢哋在法律層面上被視為暫時失去咗適當照顧兒童嘅能力。只有等到所有法律程序完全結束，而且經過社署長時期多角度嘅評估，認為佢哋嘅居住環境、精神狀態以及管教態度都完全適合履行父母職責之後，社署先至會將 Danny 歸還俾佢哋。所以呢對父母未來能唔能夠同小 Danny 團聚，主導權依家完全喺法庭同社署嘅評估機制手上，絕對唔係父母自己話要攞翻就可以攞翻嘅。其實回顧今次小 Danny 事件，由一開始爆發，直到依家要交由社會福利署全面接手，成個情節同發展過程，簡直同呢對父母早年係瑞典嗰時，次女 Lily 被瑞典社福局接管嘅情況一樣。由於 Save Lily 事件喺網上不斷發酵，牽涉到跨國嘅法律同福利問題，其實當中嘅情節可以話係非常之誇張。講起佢哋嘅次女 Lily，當初係喺瑞典出生㗎。咁就引發咗好多人討論，究竟 Lily 喺瑞典出生，係咪就可以自動擁有瑞典國籍？好多人誤以為西方國家都係實行出生地主義，只要喺嗰度出世就可以入籍瑞典。但係根據瑞典嘅國籍法，瑞典並非採用無條件嘅屬地主義。換句話說，並唔係喺瑞典國土出生就代表自動獲得瑞典籍。一般而言，除非父母其中一方係瑞典公民，或者符合當地非常嚴格嘅長期定居並獲得國籍嘅條件，否則外國人喺當地生小朋友，嬰兒係唔會直接攞到當地國籍嘅。喺呢種法律情況之下，Lily 既然冇瑞典國籍，而其父母又係香港居民，佢喺法律地位上依然係一個中國籍嘅香港居民。當瑞典當地嘅福利機構或者有關部門發現父母冇能力照顧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基於國際慣例同兒童福利原則，Lily 好大機會係會被安排送返香港，交由香港嘅社會福利機構去跟進同照顧，而非直接歸還父母。呢個亦都係點解依家 Danny 嘅個案會同當年 Lily 嘅個案被相提並論嘅原因。兩個小朋友喺不同嘅地方出生，本來應該有各自美好嘅人生起跑線，但因為父母嘅行為、
觀念以及面對社會制度時嘅對抗態度，導致兩個小朋友嘅命運都變得非常轉折，同樣需要行到由政府福利部門全面接管嘅呢一步。為咗讓公眾更深入了解呢個家庭嘅背景，有傳媒就進行咗一個獨家專訪，訪問到 Danny 嘅外婆何女士。喺專訪入面，外婆大談自己個女嘅性格，揭開咗呢個家庭鮮為人知嘅一面。外婆指出，個女由細到大個性都係非常獨立。大約70幾歲嘅何女士，目前獨居喺長沙灣一個公屋單位。佢自然大半生都好勞碌，早年掛住做嘢以維持一家收入支出。喺大陸嗰陣，佢做車衣、繡花，嚟到香港就做餐廳，仲話自己冇文化，一直做到60幾歲先退休。老公12年前中風過咗身，而家主要靠綜援生活。何女士話：早年佢成日忙住揾食，所以個女由中學開始就讀寄宿學校。佢仲話個女中意寄宿，所以就由得佢寄宿，自己唯有慳啲錢俾佢去。佢形容女兒好獨立，又講到自己冇文冇化，讀書唔多，淨係識喺農村耕田。話如果個女跟住佢就死梗。記者問到女兒讀書係咪好出眾？何女士就話唔太清楚，因為啲獎學金係個女自己揸住。佢只係知道女兒喺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就去咗瑞典生活。何女士提到，女喺瑞典生活嗰陣，曾經叫佢買藥寄過去，因為個孫 Lily 有牛皮癬，要買中藥醫治。為咗 Lily 嘅健康，何女士自掏腰包購買中藥寄去外國。何女士坦言，女兒只係簡單交代過 Lily 喺瑞典俾人拐走咗，亦都略略提過女兒喺外國被捕，但具體情況佢都唔係好清楚。講到 Danny 爸爸曾先生，何女士直言嗰個係佢女兒個人嘅愛好，佢冇得反對，亦都冇得支持。訪問期間，何女士多次話自己冇文化，從來唔干涉女兒嘅感情同婚姻狀況，仲話個女要結婚咪結婚咯。何女士自己都唔知佢幾時結婚，亦都冇理會個女呢啲嘢，同埋佢都唔清楚個女同曾先生究竟信奉咩宗教。對於女兒同曾先生涉及疏忽照顧兒童被捕，何女士就唔係咁擔心，直言既來之則安之，仲話自己都慣咗，唔知個女究竟係犯咗天條大罪定係一啲小意思。總之就唔到佢擔心。但係一提到啱啱出世嘅孫仔 Danny 嘅去向，何女士即刻顯得着緊同憂心，覺得如果送去保良局仲慘。訪問尾聲，記者問佢想唔想見孫仔一面，何女士就話唔使問，我都要見㗎啦，有得見就見，係咪啊？從呢段傳媒訪問 Danny 外婆得知，佢哋嘅母女嘅關係係建立喺時代嘅悲歌之上。Danny 外婆因為早年要揾食，同埋因為學識唔多而產生自卑感，所以造就咗一個極度獨立、乜都自己搞掂嘅女兒。而個女亦都因為習慣咗獨立，同母親之間形成咗一道無形嘅牆，好多嘢都唔會交代，乜都自己單獨處理。只但係喺呢層疏離嘅外殼底下，血濃於水嘅原始母愛，從來都冇消失過。由以前何女士自掏腰包寄藥接濟個女，到今時今日，佢願意以70幾歲嘅年紀靠自己份綜援，係之前甚至乎日後如果有需要嘅話，會親力親為去照顧小 Danny。咁樣就已經證明咗一個母親心入邊嗰份深厚嘅愛，從來都冇變過。跟住落嚟，社署同法庭將會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社會各界都希望相關部門能夠真正以兒童嘅最佳利益為依歸，仔細審視呢個家庭嘅長遠發展。社會上有好多聲音都認為，如果呢對父母嘅性格同情緒問題真係已經根深蒂固，變成咗日常生活中無法跨越嘅障礙，咁樣俾小朋友留喺一個更穩定、更安全嘅寄養環境，或者先係對 Danny 嚟講係最好嘅保護。生兒育女唔係一場任性嘅實驗，而係一生一世嘅承諾。無論如何，呢對父母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而家次女 Lily 係由瑞典社福局照顧。聽講佢哋呢2年都冇辦法親身去探 Lily，所以唔清楚佢嘅實際情況。至於細仔 Danny 就由社會處接管，而佢哋2個就因為疏忽照顧兒童被控。喺咁嘅情況下，希望佢哋2個可以真心反省自己喺育兒同管教上嘅問題，諗下自己以前嘅行為有幾荒謬，真係改過，
咁樣佢哋先可以同細仔 Danny 真正團聚。好啦，講到呢度，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報導，可以喺留言度留低你對今次小 Danny 單新聞嘅睇法，仲有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你啲朋友。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記得撳下個鐘仔，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內容。我哋下集再見，拜拜。